你有冇發現自己面上有啲零星斑點，總係覺得好礙眼，但係又唔知應該點處理？隨住年紀增長，色素會越嚟越沉澱，面上就會出現越多雀斑，影響日常生活。唔使擔心。1064激光美白可以幫你擊退色斑，令到肌膚變得更加亮白，仲可以刺激膠原蛋白增生，改善皮膚暗啞問題。透過 Pico Laser 皮秒激光，將皮膚底層嘅黑色素粉碎，速度比傳統激光快1000倍。再加上 Focus Lens Array 蜂巢信號透鏡，一個療程可以一次過解決多種嘅問題。而且呢個療程減少熱能對皮膚嘅刺激，幫你防止反黑或者反白等嘅副作用。能量100%傳遞到真皮層，震碎黑色素，美白嘅效果更持久。護理後肌膚幾乎即時復原，完全無礙社交。要靚就要由而家開始，立即預約免費皮膚分析。了解更多資訊啦，388可以做一次激光美白圍斑療程，真係好 firm，成塊面乾淨晒，白雪雪。